这马祖的生态现象，那色目屎呢，这是真出名。那当的4月至6月是当地这观光的大月，也毋过因为这海边是有真侪粪扫甲废弃物，也有中国渔船的这个光来干扰，对马祖的观光甲生态其实是有真大影响的。所以海洋委员会呢是找地方做伙来开会，呼吁中国都爱斗阵来处理问题。岛顶遮的粪扫拢是马祖海上的废弃物。因为东北季风含海流的关系，遮的粪扫含废弃物拢是对中国来的，造成马祖的观光受到真大的冲击。除了粪扫，中国渔船暗时的灯也对环境造成真大的影响。电工馆环境资源局表示，单年的海上废弃物拢要千600公吨遮尔济，希望中国和咱会当斗阵合作，来改善海上废弃物的问题。灯光的管制。那么，在灯光管制是从晚上12点到第二天的这个6点，它一定都是不能这么大量的。可是反而在这个马祖的海上呢，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称为马祖的极光。海上的垃圾哪里来？都是陆地上去的啦。这个很多是人为的因素嘛，造成这个河川里面这个有这样，然后最后来到海上。那如果透过，当然净滩是一部分，是治标，没办法治本。那最重要就是将来希望能够减量。除了粪扫影响观光，海上废弃物的锅仔也破坏海洋生态。海洋委员会讲，透过座谈会，希望呼吁中国要做好粪扫源头减量，安尼才是上直接的处理方式。大家共同来呼吁，中国也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源头减量，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同样的透过源头减量的方式来减少这个垃圾对于我们生态以及对我们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污染。公民团体也提出4个建议，希望落实源头减量，呼吁咱的政府设烂早的设施，强化粪扫场的检测，和评估下区处理粪扫，甲中国协调，看是毋是会当将中国的粪扫运转去中国烧，因为运费比运到台湾本岛搁较俗。民间团体望遮的合作方案会当顺利推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